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成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那么，这2、3礼拜，你敢有听过在新北市邦桥这幼稚园，产生了讲，互囡仔食这药啊？夭寿的幼稚园咧偷药啊？安怎个外国案情都唔知影？初初咱掠做是个案，即马看起来是无遮简单。家长到底是要安怎来防范？行政管理监督，逐项就要大兵打。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是咱儿科医学会秘书长欧良修欧医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二位，金健康的总经理洪素卿。大家好。第三位，全国教保产业工会理事郭明旭。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第四位在线顶的是非营利这个幼稚园的园长叶美惠。大家晚安，大家好。是，那么，和观众朋友呢，先来了解一下，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无一定会接触过这个案件到底是安怎吼。目前今嘛新北市吼，在下晡的时阵开始进行了专案报告，这就是讲邦桥一间私立的这个幼稚园啊，亲像呢，饲着这囡仔这偷这个药啊，讲互伊爱困吼。那么社会真正会关心讲，这新北市到底这专案报告呢，好友谊会讲到啥物？到底呢，即摆情形是安怎？事实上，市政府4月份讲有讲。有人讲哦，接到这个通报，无成立着医疗团队，讲这哦是抹黑、无影的代志。那么到底事实是安怎呢？到底来关心。新北某一间私立幼稚园饲药案煞咧传开，新北市议会13专案报告，各界拢真关心好友谊是不是会亲身来出席。校儿面对所有的问题，我从来不逃避过。这过程除了让我有机会把来龙去脉说清楚以外，干事更重要的，我也会尊重议会。针对赖清德表示讲，新北市会阁接到通报，好友谊嘛回击讲这是抹黑造谣。伫个办案的过程中，唔免来制造惊吓。也若新北幼儿园饲药案，第2批的12个囡仔因验尿结果拢出来，拢是阴性。目前送验的26人拢是阴性，到12为止。另外，新增加有1个囡仔就医，拢总的就医人数是27个。因的尿检验上近2天后就会出来。这26位里面呢，有4位是我们这个幼儿园的孩童，跟我们前面是没有重复的。结果都是阴性，那其实是跟我们的预测是差不多的。其实有可能是已经过了它的半衰期，或是说它已经在体内代谢。食药署表示讲，目前巴比妥这类的药剂成分制造的许可证有15张，拢是处方药，拢有定期许可管制药品的流向。目前伫药局、医疗院所迄头无发现到流向不明。也若这个案件是毋是有牵涉到一般药品，即马检调当咧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咱初初了解讲这个案件的时阵，感觉讲可能是个案，因为太离奇啊，所以呢。甲藏者，咱来看讲，结果安那会拢感觉讲，敢若公家部门说无啥咧处理吼，验，消息嘛无讲有真明确，到底这个头前的案情是安怎？这头一个，第2个是这是啥物药品？第3个就是讲，这幼稚园内面还是幼儿园内面是安怎来对着学生做管理？连遮咱做家长的，譬如讲，阮囝或者3岁。咱送囡仔去的时阵，咱爱注意啥物？所以总共咱这点钟真侪爱讨论啦所以时间咱去集一下。首先请医师来甲咱讲，到底这个药啊听讲是啥物氰化啦、红中啦，敢有遮严重？这一般人敢食会着？这药啊咱即摆大概发现的讲是叫巴比妥这药啊即摆这囡仔咱普通拢是用这种。都有癫痫咧长期咧控制的药啊啦，即摆其实这种药啊，拢真就是除非是这种的囡仔，咱才会使用，
普通咱是袂去用这个药啊啦。所以讲，若讲你去食到这种药啊，咱会感觉佫足奇怪。啊，这就是挑工的咯。咱即摆对咱医生来讲，咱就是讲，你是有真正敢有去食到这个药啊？哦，啊，咱就看讲你讲安尼镜头，哦，啊，咱就是讲会甲你验看卖。这食到这种药啊，有啥物镜头？伊讲想要困去啊，啊困去了后咧。因为这个药啊，你古早迄阵啊，会说做镇静的药啊啦，吼啊，因为定情剂对，啊，毋过因为伊这就是讲药效吼，甲伊的副作用吼伤近，啊嘛惊讲长时期用吼，可能有惊讲对伊有啥物认知的迄影响，所以咱即摆用这药啊，拢会都谨慎，所以即摆这才会列作是管制药啦，吼，所以就是讲咱即摆用袂讲。袂讲甲这药啊摕来讲做一个镇静药啊，而且咱这囡仔吼，普通哦，咱大人可能困无好会食镇静药啊吼，咱囡仔拢无建议食这种药啊，因为囡仔袂晓表达，啊你个困去，啊有当时伊个问题吼，所以唔知影，所以爱困这是真正常的啦。啊，毋过就是讲，因为这伊叫做神经抑制剂，啊因为这个作用做复杂的。所以讲，你若临时停掉，也是讲你若讲长期安尼食，药量伤济伤少，哦，对这情形拢有影响的。苏经理，这到底这食了有啥物副作用啊？嘿，咱就讲这个囡仔，因迄当阵因的爸母有时啊发觉讲，我这个囡仔怪怪。伊讲咱这个囡仔哦，倒来厝了哦，变性地拢足暴躁，嘿，就很暴躁安尼啊！啊，有当时啊吼，伊佫讲吼奇怪咧，阮囝来变绿巨人浩克啦，就是讲有啥小可代志吼，伊就无欢喜哦，有当时大声叫安尼，啊，有当时爸母叫啥物代志无爱着，奇怪这个囡仔变一个款。变一个款，你咧在想讲，奇怪，感觉讲咧学啊，嘛有拢嘛会困得好好啊，是啊变等厝变啊这种型，会感觉讲我这个囡仔变足奇怪，所以足奇怪在想讲到底有啥物情形发生，啊可能会问囡仔讲，啊你是有安那来这个怀疑，所以有人讲，啊总归来厝诶困足好，家长已经袂发觉嘛，家长拢是发觉讲因，你看因迄赖诶群组吼，因咧讨论的是讲，感觉这个囡仔变较暴躁、易怒。吼，这个情形，啊，第二件代志，所以他来想讲，听讲是毋是老师互伊食啥物药啊？你讲这个囡仔即摆验出来，总共有这个巴比妥，啊，到底这巴比妥是倒位来的？哦，几种情形嘛，就讲进前有人讲你毋是厝诶有大人咧食即个药啊，大囡仔无小心给食误食嘛，吼，无小心食的这一款啦。啊，误食袂讲，逐个拢误食啊，无逐个厝诶拢有这。那囡仔摕来分咧逐个食。是毋是？后医师拄有讲的，即摆这个药用了较无遐尼济。除非讲恁兜囡仔可能是阳性嘛，啊，你阳性总讲你也控制无好控制，啊，医生互你食这，人佫会定时拢爱看你的血内底即个药啊有伤济无，啊有伤少无，是爱真小心使用一个药啊嘛，啊无可能逐个囡仔用厝的凊彩就食着，啊，佫逐个拢食着嘛，所以看起来总共一个咱就安尼怀疑，可能足济咱就想讲啊，这药啊因达都食着，所以逐个就开始讲，听讲老师有饲这药啊，逐个即摆开始啊，老师去倒摕这药啊，但是真麻烦代志，因为拄仔讲红中啊、什么车发啊、白板，讲进前这是感觉人迄食毒的吼。可以说讲实在，这毒品吼，红中啊、车发啊、白板嘛是1990年代迄当中流行的。足古早的嘿啊，即摆老实讲，即摆正讲遐食毒的吼嘛，无啥人咧食这。但讲那到底是倒来的，就怀疑讲到底是去倒摕这药啊？因为这药啊呢，互这囡仔是毋是正讲是安尼，互囡仔食啊食了后，像讲会踮课堂上较乖。啊，上早去厝，等去厝，可能是副作用还是情形，伊反而变较足奇怪，啊，才互发现安尼。是，听讲后医师你有接触这个囡仔的个案吼，敢通好来讲一下这个情形，还是咱是还是对这个物件，咱感觉真，若是好奇啊尔，是感觉一大大的问号啦，就是讲代志发生遮久啊，啊是安怎？这事实按到即马，啊，佫无法度厘清啦，吼，后医师。我想吼，真侪医师可能有接到无共款的囡仔啦，吼。啊，我想吼，我只系讲咱医师的立场啦，吼，就是讲，这家属讲感觉讲囡仔敢若了怪怪，吼。啊，佮听讲因的群组内底囡仔敢若嘛有烧伤的个情形。啊，因讲伊是讲因的这朋友敢若有
家己去外口验，敢若有啦吼，伊嘛毋知影讲确定啦，伊就真讲担心讲即个代志。带互你看。嘿，对啊。毋过我想吼，这就是讲，咱简单讲啦吼，就是讲就是讲，伊感觉敢有这怪怪的代志。毋过咱即马看这囡仔佫好好啦吼，即马来看是无啥物代志。伊讲参迄是无共班的啦，毋过敢若是倒数，敢若是共一个安尼啦。因是就纯粹就是紧张啦，就讲安尼是要安那吼，安怎注意。当然拢咱。医师的立场来讲，你敢若热了镜头顶，敢若真正可能有去食着药你问囡仔是安那，袂要紧，你免紧张，即马看起来好好，咱就甲你做一点检查，这检查阮就甲你验一寡，咱普通可能较会去拄着会摕到的这药啊，抽血是验着，咱就甲检查，即马检查出来，大部分其实后壁讲嘛是有一寡人来验，有的人拢是正常。有的人就验出来，较低，毋过安尼你要安甲这病人讲，我想咱遮爱甲咱遮说明来讲，咱医生参这司法是无相像的，咱毋是甲你定讲，你这有，所以有人甲你饲药啊，阮会使甲你解释来讲，你即马若验出来拢无，你可能拢无食着。也是讲你食过，毋过到即马拢已经都无伫体内啊，生免神紧张，真正有啥物大问题，你再去转来。即马感觉讲有一个很低浓度的，阮会甲讲，所以阮无办法排除讲你可能有真正有食着，毋过即马这浓度足低，应该你免神紧张讲你即马急性的副作用，因为咱这治疗剂量较悬嘛。你讲你15到30，你这个位数吼，这可能应该是免惊。毋过讲你讲是食偌久，还是讲有你拄食你讲迄敢有戒断现象，你可能就是观察。一般这戒断现象以阮的经验讲来讲，你这停药啊，那超过1个月，那你也拢讲无接受这药啊，应该这戒断现象就差不多出好。所以就咱就甲你检查，阮嘛有甲迅速甲你验肝肾功能拢正常，所以你嘛免伤紧张，伤紧张啦。毋过就是讲，咱就追踪。所以即摆暂时看起来囡仔是较安全一点嘛。对，就是阮来讲，毋过伊来讲，这到底是老师饲的，这其实阮的医师端阮无做这个，做像这专家去，因为这足复杂的。是，这我来请教郭律师在恁的经验内面，发生这项代志，我个人是感觉足憾的。恁的经验内面，你的印象内面，敢有发生这种代志过？以前过是捌发生伫个保姆啦，就是保姆原来是咧骗囡仔啦，个人的行为，较伫个个人的行为，就是保姆为着囡仔要互较乖的嘛，所以咧伊就甲饲安眠药啊，毋过迄阵无想讲遮大爆发，嘛无讲去讨论讲即个用药的问题啦，就是安尼大部分都是过去啊，所以以前过较慢，即边是较大伫个幼稚园内底，毋过其实即马就是一个就是因为新北市嘛无出来讲说明嘛，到底是啥物情形嘛，所以嘛是拢敢若会当给安尼无相共的新闻内底来看，顶面是有看到有的新闻是咧讲囡仔讲伊家己食着即个彩虹药水嘛，食落了伊就会晕，想要困，伊就困呀。所以是毋是真正是老师去饲的？其实毋知影，因为无真正的迄个事实出来。咱看这个图表顶头2月到4月之间就有家长就发现讲，有甲囡仔问，囡仔讲，老师有饲甲阮饲这个彩虹药水啦，这个琼啦，彩琼药水啦。5月12讲这个园方就讲阮租约到期，要收档。显然就知影讲内面内部出代志。这代志就咱知影这项代志差不多就5月初，5月10号这前后，咱想讲这含着，这应该是猫咪人是觉察安尼，无想到讲这可能是一个制度性，哇，这侪囡仔拢安尼，才开始5月14有人报案。但是较即马咱已经6月，今仔已经6月10几号啊，事实还佫查袂清楚。甲今仔日
这个小段我也要来，我马上用这个问题来请教咱伫线顶吼，咱这个叶园长吼，园长，我甲你请教吼，即马伫新北市吼，这个校市长咧接受到质询咧做专栏报告啦，伊讲吼，这个以后可能吼要来增设到这个监视器啦。伫园方内面来增设这个监视器，尤其是私立的这个幼稚园，你认为有适当无？我是反对，其实我家己伫咧现场做工课已经伫咧幼稚园已经30天啊。我是反对装迄个监视器，因为即摆发生代志的，拢是因为有装监视器，不管是你迄个托婴中心迄个部分，还是即代私幼的部分，应该是讲咱咧思考讲监视器到底其实是应该是来保护咱的，不管是老师还是遮园方的遮囡仔，互咱遮的安全。你若讲是咱公共场所，比如讲迄个走廊，还是迄个外口囡仔咧佚佗的所在，还是楼梯间，迄是讲啊。要知影讲有啥物歹人经过，还是讲向你咱的门下口，我感觉是安尼是会使。啊，毋过若伫咧教室内底，一直咧监视讲老师有好我教我的囡仔，还是老师有甲我囡仔饲药啊无？我感觉应该毋是安尼伫咧装即个监视器。是，园长，你认为讲即个监视器是？为着安全，唔通来做个变做讲要来查咱园内面的所谓的这个作为啦，是毋是这个意思？是，我感觉安尼大家拢就应该活了就恐怖的。大家你若做啥物，你是可能揪一个头章，还是切一个片，拍一个下手，大家拢知影啊。啊，这感觉就无迄个。安全感的，这毋是干那老师会惊，啊到尾老师拢大家若正经会晓设迄个监视器的，伊反正对来甲家长之间才无信任感，是毋是安尼？嘿，无迄个信任感，我感觉安尼足危险的。是，我要请教的郭理事，你有赞同这园长的这个看法无？有啊，阮足赞同，因为我嘛无希望会当做装监视器嘛。你个想嘛，迄个托婴中心。我会记这是2018嘛，吼，伊就是法令就是规定爱装监视器啊嘛。啊，你按你迄阵到降时，托婴中心的虐童事件敢有降低？无啊，无降低啊，嘛是遮乱啊。所以监视器只是会当减低遮家长的烦恼尔啦，伊袂当真正去防止。安尼讲的，遮个事件的发生，因为伊毋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嘛。你甲一个老师规矩用监视器甲看，其实伊的压力足大。你就想讲，恁头家伫咧办公室，甲你边仔装一个监视器，后面一个目睭伊伫甲我看。你逐日伫遐上班的时候，后面一个目睭你来看呢？系啊，你的感受是啥啦？啊，老师的感受就是安尼啊。这本来就是一个老师和家长之间的一个信任度的问题嘛。即摆就是因为这个信任度愈来愈薄啦。所以变成讲，阮著甲这个网放伫咧监视器。问题是监视器你安会当看？即摆其实安会当看到的画面，毋是拢按伫监视器出来的吗？所以表示即摆做者幼稚园拢有监视器啊。问题是这个代志敢有无发生？嘛是照常发生。所以这毋是一个。代志的重点嘛，伊毋是伊主要的问题所在啊。这他主要在这个咱的农业的进程哦，进程他说这个新北市市议会内面发生的啦。市议会内面吼，对着质询吼，市议会讲吼，涉及到毒品的管制吼，市政府会协助厘清事实吼，司法迄阵时已经开始主动处理咯，讲无消极。另外吼，就启动着咨询的辅导啦。囡仔家长啦，是囡仔吼，拢启动着行政调查，配合着检方的要求，来以检察为主体，拢是配合的，行政机构拢是配合的。阮只是提供着这个建议，会尊重司法的调查，这是新北市最新的这个讲法啦。但是这整个过程，咱也是感觉讲，哪会安尼慢吞吞哦？我毋知影郭理事你的感觉如何？
我嘛是感觉讲整个的过程，啊，准依照即马媒体会当看到的这个过程，我是感觉讲足时间啊，你知影到伊开始咧调查，还是讲开始咧处理这样代志。我讲一项真简单的，你囡仔吼，若是食这个物件，啊，你差不多20-30天啊，10几天啊，才去验，啊，迄毋是拢代谢去啊？后医师是毋是安尼？我想，如过较久再验，可能咱就是拢正常，还是讲较低啦。不过我嘛是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讲，其实有做嘛是好啦。啥啊？因为讲你至少会使互这家长吼知影讲哦，至少即马咱这体内吼，应该这是无讲介悬，还是讲上无让者安心啦。嘿，讲肝肾功能，咱这看卖无啥物影响吼。可以至少会较安心一下。咱讲后壁你应该安怎追踪，所以我是感觉讲，因若佫有做这检查，虽然有人感觉讲较慢一点啊，毋过我想这若对囡仔有好诶，咱拢做啊。啊，另外有一点我说明，我嘛毋知影讲拄则是讲迄种监视器诶问题吼。我诶感觉是安尼啦。我讲我是赞成咱拢做尊敬咱这老师啊，因为老师可能是。家长以外吼，咱上信任的。啊，这个人啊，你讲监视器安尼干掉，这我想吼，这有其他的专家咱去讨论。啊，我的想法是讲，准讲咱若惊讲这装监视器，讲你敢若无信任吼，敢会稍微讲咱的每个迄种幼稚园有一个所在，咱遐会装监视器，就是讲你饲儿啊，是做啥物，咱就带去遐创。安尼保护囡仔嘛，保护这老师，哦，袂讲哦，你是安那学白错，安尼这跟我是想讲，敢有安尼方法吼，较袂卖讲我前皮卡嘛，你看到还是安那，啊，毋过咱就若讲咱是要饲药啊，还是啥物代志，咱就去遐，啊，伊嘛知影讲遮有监视器，啊，嘛会使保护囡仔，嘛会使保护老师。彼此啦。嘿，我是感觉这。宋天佳，你有赞成吗？我感觉安尼嘛是一个方法啦，因为进前吼有一寡囡仔，比如讲你讲的是第一型的糖尿病吼，有当时伊爱注这胰岛素嘛，啊进前有的学校就讲无啊，我无甲你，因为我现在甲你打这个问题，我会惊啊，是吧？所以总讲这个方法，连保护咱上方吼，我帮你做啊，拢是依 SOP 照你的交代，啊，你这有处方，安那做，安那用，我拢有啊，我来做，我感觉我帮你，也是大家都较安全，我感觉这嘛是一个方法啦。因为我讲事实啦吼，有当时啊吼，你想看觅吼，一个人准伊会要犯法吼，有两种情形，一种伊是预谋嘛，我咧想好我要做啥物代志，你监视器囥喺倒，伊拢有办法找到老坑的所，无照袂到的所在啦，录袂到的所在，所以伊也是专心要安尼做，伊就是故意要安尼做，你嘛录袂到。伊调工就是。伊调工你就是录袂到啦吼。啊，第二就是讲，这看种也是性地起来，也是管袂掉，就是讲有监视器也无监视器，伊就想无来，因为迄当阵就是控制袂掉嘛。所以今年我俩讲，这个方法毋是治本啦吼。你甲想着讲，我到处去装监视器，啊，台湾敢有安尼无犯罪？所以我讲，这个方法反而咱甲这个监视器用在较正常、较正面的方式。这我来请教线顶的这个园长吼。严园长，你讲赞成他这医师甲这个苏经济啊所讲的，讲某一个所在，啊，若要饲药啊的所在吼，啊，就有监视器，啊，会当保护老师啊，吼，讲我无会食这有诶无诶物件，颠倒转来是这种用意，你敢有赞成？我嘛是共款反对呢，因为我感觉本来拢是大家长官你为这款代志拢想好诶，大家嘛希望拢是好诶。毋过是甲现场的时阵，有诶头家，因为咱即马有公立的幼稚园、甲私立的幼稚园、甲非营利的幼稚园，啊，这个幼稚园管了遮尔济，啊，咱若讲为着要饲药啊，装迄个监视器，而且讲来记录这，其实我感觉对家长来讲嘛是影响，伊到底是上班时间去你监视器看讲，我囡仔有去用饲药啊无？啊，我电话是毋是你来敲电话甲老师讲，还是讲伊赖顶悬，就马上你问老师，啊，老师是要注意赖甲即个监视器的问题，还是要甲现场的囡仔顾好？过来是咱参与我即马伫咧园内底，我的园内底饲药啊，家长拢应该爱
迄个时间先甲阮交代，比如讲点心后，还是食到饱后，咱有规定时间，毋是讲希望有诶，因为一班囡仔遮尔济，啊，即摆诶师生比嘛是遮尔悬，一个老师爱带15个囡仔，甲差不多甲迄个比例相悬啦，逐个囡仔拢要食药啊。啊，若监视器顶悬，家长看到讲啊，像别人的囡仔咧食药啊，我的囡仔还袂饲药啊，啊，这个时间也佫无再个好势。因为这个责任，该，毋是咱讲按监视器内底，迄话就会使调回清楚啊。啊，佫有咱本来要饲药啊，进前，就是家长爱去工，有随爱写一个托药单，意思甲咱讲，哦，这个囡仔几点爱饲药啊？啊，则麻烦老师甲阮饲一个。啊，老师要饲药啊，进前嘛爱先对讲药啊对毋对，囡仔对毋对，时间对毋对，啊方法对毋对，啊药剂量对毋对，啊这5个对才会当饲嘛。毋是讲遮简单讲啊，你迄个监视器甲我照一个，啊我即摆饲药你看哦。我感觉毋是感觉装一个监视器就会使解决即个问题。啊，咱会参与咱台北市教育局嘛是规定讲，咱伫个卫生局嘛是拢讲破病应该就莫来读册。老师伫个学校毋是干那为了要饲囡仔的药啊嘛，老师伫个学校是要做足侪代志，伊爱甲囡仔的性地教好，爱互囡仔乖乖听话，爱互囡仔踮咧学校知影爱甲朋友安怎迄个斗阵佚佗，较袂相拍嘛，较袂发生足侪问题。所以学校内底老师爱做的代志足侪，这药啊饲药啊应该是一个部分尔。是，所以我感觉是反对。这园长吼对着这个教学现场来在处理，咱听起来嘛一个头两个大咧吼。敢若讲15个囡仔吼，我敢，比如讲阮兜迄所3岁，这差不多这半冬吼，差不多6个月内面4个月拢爱炸药啊去，啊一工爱食去学校爱差不多食2摆，内面拢有3份药啊，3份药啊有当甲伊对吼，咱写这药单啊，请这老师有当是，咱若讲一班15个内面有3、4个爱安尼食，伊嘛读到来，听到意思。我听这院长讲吼，我是真赞成伊的想法，主要就是讲无信任啦。我的想法是安尼啦吼，你这药啊，若是讲是感冒的药啊，发烧还是这感冒药啊，我感觉就是你感冒就应该唔通过出去啦。对，因为是甲你饲这种感冒药啊，其他人毋是会感冒，对唔？所以第一个就是讲，有传染性的，就传染性的这种，咱尽量卖互老师啦吼。第二个就是讲，咱准讲我这是像拄啊，咱这苏青讲，伊这是必要的吼，还是讲咱伊这下久吼，还是讲伊这保养的药啊，啊，咱这就是固定的吼，啊，咱这应该是会使来饲啦。啊，另外就是讲，我会感觉讲，这咱这家长嘛就爱知影，这老师是帮忙啦，吼对。伊若讲有甲你食到，你袂使讲去挑剔讲啊，你差几点钟，也是安那。对，我感觉讲，若讲有较危险的药啊，你若会使摕互老师来食，讲差这几点钟。啊，另外就是提醒啦，像我是小儿科医师来讲，老师迄囡仔拢带过来，就讲，讲啊，这安尼都毋是爱讲若讲，感觉学校该请老师食吼。啊，咱就拢会甲讲吼，你这若毋是讲治疗，像讲抗生素，你这几点钟这就一定爱用吼。啊，这抗生素这是细菌，这较袂传染，毋是感冒。哦，那这就是应该爱食。啊，若其他你是症状的药啊，吼，迄咱就上好就是讲，你甲讲解释来讲，这中昼一摆无食袂要紧，你就早暗食就好。哦，所以我想讲，这有几个变通的方式，就是讲医生咱个交代都必要性的啊，像讲这抗生素这。因为这药效参与的浓度有关系，咱这种才麻烦老师啊。啊，你也是讲一下感冒药啊，这种你都莫带来啦。哦，啊，第三个就到免去学啊，啊，第三个就是讲，你即马这药啊，讲老师甲你饲，你就爱感温啊啦，袂使讲啥物差1、2点钟先饲得一个，我感觉无这个代志啦，吼。那讲若安尼，可能这老师吼。
起起来伊会感觉负担嘛较轻，会感觉讲人是感激入去，而毋是讲哦，你这是我的任务吼，我这袂使安尼啦。郭理事，恁做这工会理事有接受着讲，我想以我做家长的心情，咱头拄听大家安尼讲吼，咱是真感恩啊啦吼。有当时吼，学校老师打电话来讲，恁这发烧啊退会，叫今仔日莫来，早起日记时阵，这体温还佫正常，差不多10点我就卡来啊，讲歹势，去领转来。啊，真侪家长无理解，你会当趁这个机会讲家长听。我感觉就是大家咧讲感时去，就是我感觉迄是一个互相信任。大家医生讲我足好嘛，因为老师伫咧学校要做的代志伤济啊。伊按伫7点入去到6点还是5点离开。伊毋是干那15个囡仔尔，伊15个囡仔，伊咧看顾这15个囡仔，佮看顾这15个囡仔后壁，遐背后人就是伊遐父母亲，啊，佮伊的家长的情绪，系啊，伊的情绪嘛，因为伊讲到我卡车边来练的，伊爱知影讲因的想法是啥物嘛，所以其实吼，我感觉迄个信任感啊，愈侪时阵，其实对老师来讲，伊是较轻松啦。毋过即摆就是因为家长拢生了少。啊，所以咧，伊对伊的囡仔会做宝贝，所以伊对老师吼也做足大要求。啊，这个要求，当时啊，你来想，你伫你伫厝里，敢若一个人对两个爸母对一个囡仔，你就会掠讲啊。那即马一个老师，即马伫咧法律内底嘛是15个囡仔，啊，你也准讲伫咧一寡较无良的私立的，也超收，一个人有当时啊，过我26岁、30岁拢有呢。所以你看，这个老师伊是要安怎去顾落去？所以伊整体上来讲，啊，像咱这边的这个问题，啊，准讲按倒来讲，就是讲迄个老师到底是安怎要甲囡仔饲这个药水？伊背后真正的问题是啥？到底是这个幼稚园有超收，还是师生比的问题？啊，严重，互老师其实是顾袂落去，还是这个，毋过看起来是整体上是这个迄个幼稚园内底的主管，那时候嘛知影这个代志啊，所以是毋是伊是默许因去做这件代志？这即马是看无，规个无啥啥。到底是因为着管理上的方便，对啊，吼啊，规气透透的啊，大家拢倒去啊，起来啊，互伊1点钟啊，拢安安静静。是。啊，而且这我实在是无法度知料想到讲，他有幼稚园会敢做这款代志啊，所以。对，这嘛是最近阮伫讨论这件代志的时阵，有讲着讲奇怪呢，我互伊好困吼，嘛免遮尔危险，免遮尔麻烦呢。因为有当时迄感冒迄ทับ片仔药啊较早起，迄直接就困啊嘛，就较搁较安全吼。啊，是安那准讲伊。就是要互伊较乖，是安那会选这种药，我嘛想无你知影？因为之前我拄啊想着，因为我走这新闻较久吼，2010年的时阵，其实咱台北县嘛有一件代志，嘛是共款是幼儿园饲药啊，啊伊饲啥？迄个饲无共款，迄个较有记卡，因为伊饲的是当阵迄过动力啊，因食药啊。哦。互伊专心啊，读册搁好呢，无。啊，迄当阵就是囡仔就讲，老师拢互伊食的药啊，啊，咱迄当阵嘛正敢有找着药啊。啊，虽然医生迄个老师是讲无啊，我就囥喺抽屉内底，囡仔家己摕来食，迄多较够。所以讲，迄药啊，大家想讲，迄药啊，确实囡仔可能较专心啦。伊较专心嘛，啊伊嘛有人讲迄是聪明药嘛。是用镇静剂咯。无，有人讲迄聪明药镇静迄，我讲也要求。较专心呢，啊，佮迄落，啊，想讲，这嘛合理啊！佢即个用这药我想无呢，你讲伊是安尼用这药，大家拢想无，就是这种代志安那会发生吼。第二代就是讲，啊，这老师伊拄啊想要讲，有个人可能真正知影，因为伫这新闻发生了后啊，有一个我咱们迄附近的迄个药师嘛咧讨论，啊，讨论的时阵讲，真正这差不多个月吼，有人就开始幼稚园的人，感觉是幼稚园的人来问讲，你敢知影这什么巴比妥这什么药啊？啊，来探听哦，啊探听这讲这药啊安那？去药房探听。嘿，啊探听啊安那用摕着啊是安那？啊，佮问讲啊这感冒药啊内底敢有这？我想讲因应该知影，有当时有老师可能家长咧反映，讲我这囡仔什么情形，那安尼啊，即马已经开始处理啊。可是我感觉可能是管理的人嘛查无到底是食着啥，啊这个囡仔哪会这个情形，啊即马要安那？
所以今麦同大的问题就是，哪会是这个药啊？咱想无，你知哦？到底事实是啥物？是哦，即我要来请教呢，这个线顶的叶园长吼，园长，你甲咱讲，咱正确的这个幼儿园内面，囡仔咧饲药啊，这个流程是啥物？有诶吼，可能咱的观众朋友有诶就无亲像我，还有一个3岁囡仔吼，你讲互观众朋友先来了解者。平常时啊，因为咱即卖囡仔若要饲药啊，以阮即卖园的来讲，就是讲透早家长爱先写药单，伊要拜托阮的托药单，啊写好了后爱写完整，就是完整就是讲我讲的，伊一定爱甲迄个伊当时要饲，当时爱食药的时间，爱来写好清楚。啊，搁来囡仔的名一定爱写嘛，然后起工的日子一定爱写。啊，搁来就是伊为虾米爱食药啊？伊是感冒，还是发烧，还是流鼻，还是讲伊是肠仔炎，所以爱食虾米药啊？啊，药水爱食偌济？药包几包？爱食1包啊2包？啊，伊迄个还是讲伊拢毋是干那目睭疼啊要抹药膏，还是即个药啊是毋是爱隔冰？即内底伊拢爱先写一个药单，写好势。啊，过来就是伊到底是食饭前食，还是食饭后食，还是下晡困饱才食？啊，过来有啥物爱提醒老师的无？譬如讲，伊爱空白食，还是安怎的下部分，还是伊食的时阵囡仔惊苦，所以爱拜托老师讲囡仔该哪配滚水哪食。啊，家长一定爱签名，签名了后，阮时间到的时阵。确定讲哦，这是即个囡仔吼，这小明的药啊，啊是毋是今日的？哦，小明爱食药啊哦，嘿，啊老师才该叫过来，啊才互伊看卖啊，确定是讲哦，这是伊的药啊。因为阮捌发生过，就是讲囡仔早进前迄届药啊来，哈，就是进前的药无食了啊，啊可能家长有当时也袂记摕起来嘛。有药啊，摕唔到叮当去。嘿，所以这老师拢爱足清楚的小检查过。所以到时阵变做老师也唔对啦。对啊，所以现场老师进行足无用的。有当时啊饲药啊，一届就5、6个就好，莫讲10几个，迄饲落来半点真久，啊有当时啊囡仔搁张一个，迄个时间拢安尼一直拖延去。所以这也影响到教学的品质，啊，甲教学的现场咯，吼。那是。园长，我甲你请教吼，关于着即个饲药啊，互因好困这件代志吼，即个教学现场哦，你会当小推测即个园方的即个态度，还是讲即个老师也许可能是单一的老师所做的行为啦？即为着管理上的方便，还是安怎？到底是啥物心态会创这款代志？我其实。有小想一个，你想讲，像有当时啊，咱爸母踮咧厝咧，会甲囡仔讲，你阁无乖，会叫警察咯无？啊无就是我叫护国部来甲你教。我感觉有当时啊，老师可能只是要甲囡仔吓惊，可能毋过老师的方法毋对，因为囡仔无乖，咱无可能叫警察嘛，囡仔也无做啥物歹代志。啊，咱即马嘛，参像咱细汉古早拢是。讲哦，好国部住喺树仔顶，你若阁无乖，伊暗时啊，就来甲你教你的健康，啊无就是教你的手哦，你拢歹乖乖。我是感觉应该是可能希望讲小甲囡仔吓惊，啊只是伊方法用毋对啊啦。毋过咱即马现场较袂安尼吓惊囡仔，就讲该讲。你即马无乖，我就要甲你安怎？因为咱即马拢希望是。咱即摆老师拢有专业的背景，因逐工若运动30分钟，暗时中昼时啊，就一定会再好好啊困到。哦，所以咱即摆一定，根据我所知影，敢若譬如讲，阮兜迄囝，因学校每工就爱30分钟大肌肉吼，爱出汗，爱运动，对，爱互伊出汗，出汗了才通好困安尼。有当是无困吼，老师打电话来甲我斗咧。讲随时打电话讲，来爸爸，你甲恁这甲讲吼，你好好啊困安尼。阮踮咧学校就是早起时啊，囡仔上少30分钟啦，迄30分钟是就是无迄个包含伊暖身，就是伊爱踮咧遐走，还是
老师会设计一寡活动，互因踮咧外口晒日头，然后互因流汗，然后耍了欢喜，然后才换衫，然后入来就是踮咧教室内底才换衫，互因该运动迄个体力，因为三岁外囡仔其实拢就爱迄个大肌肉的运动。伊若运动有够，其实伊中昼时会使小困倒一下，下晡时较袂安尼翻，也是黑白如脾气较袂遐尼大。无转来拢翻屁吧呢吼。因迄可能是因为看起来就是因拢是读迄个叫做美语学校，美语学校可能迄老师就一直教，无互囡仔运动的时间，嘛无互囡仔自由的时间，伊袂当去选伊想要甲伊的朋友佚佗的。迄个游戏，也是讲伊无当好好伊踮咧户外好好去看草啊啦，看遮有诶无诶迄个动物啦。我参与阮若逐礼拜阮遮诶囡仔会去迄客家公园行行咧，转来大家拢嘛足好困诶。要3分钟，老师枕头拄着就困到下晡时啊，老师叫伊起床才会起床啊。有运动甲无运动真正有差。就电爱棒棒的，才有啥好困。对。而且我来请教的桂医师吼，咱所知影这个学校的环境吼是真重要，但是老师的引导嘛真重要。吼，这个环境要困的进前的营造，这个情绪嘛真重要。但是整个每一间公司里面，这个环境都不同款，无一定有这个条件呢。咱做家长要安怎选择？即摆要讲安怎选择，其实毋是一个足简单的问题。是啊，连抽考都抽无。对啊，你公立幼稚园就是伤少嘛，无就是因为伊的时间甲家长袂当配合嘛，所以咧变讲你的几率就变少嘛。你私立幼稚园，我实在是嘛无当甲你讲你要安怎选择，因为你看无，因为你看到拢是标，你看到拢是标明嘛。无出问题拢好好啊。对，你看到拢是标明嘛，所以其实我拢问讲，即个国家敢会当互公立的幼稚园较济啊？因为即摆公立幼稚园嘛是佫足少啊，系啊。其实这10档来安尼幼托整合搞这样是十几档啊。其实安尼公立幼稚园并无改变啊。公立幼稚园敢若中状元啊，共款。是啊，所以我会感觉讲，安尼中央其实伊即摆开遮济钱。补助私立的去做准公共化幼稚园，其实伊应该是爱甲遮个钱去好好做，像即摆公立幼稚园，伊爱处理伊遐迄个延托的时间嘛。你袂当讲甲伊塞互遐地方政府去，地方政府就无钱啊。你定定要叫伊处理遮延托时间，你中央你甲遐济钱去补助遐私立的。遐私立的品质，你搁参差不齐，你也看无。你那毋是甲遮个钱会来去，甲你的公立幼稚园家用好，互较济家长搁会当选择嘛。其实你安那比较起来，其实公立幼稚园还是讲非营利的幼稚园，其实伊发生代志的比例较低嘛，含私立的比起来，确实是较低。尤其伊袂去超收嘛，伊的师生比嘛，一定是。袂超过嘛，对啊。你也像非营利幼儿园，伊敢若教育部一档甲伊的什么绩效考核啦，什么到园检查啦，武袂煞吼，武袂煞，嘿啊，一档搁爱会计审查。对理事啊，嘿，园长吼，伊嘛是非营利的，咱虽然问伊哦，园长，你敢问？恁这非营利的吼，是有偌无用，要应付这个检查呢？足无用的是因为爱看学校的，因为我前前咧屏东的经验是就，长官案拄开始3个月一届会检查，到后尾啊，到即10年过啊，即是1年一届，爱看迄个园长甲现场的老师讲袂掉，讲袂掉，可能我感觉讲安尼检查就就感谢迄个。教育局处的迄个长官拢有甲阮关心，毋过是足紧张啊，因为迄比迄个评鉴搁较恐怖，伊搁定定来甲阮看资料，所以阮较安全嘛啦，因为定定长官又来咧关心嘛，所以原则上是进行压力足大的。所以园长，你有赞成他桂理事所讲尽量公立的这个幼稚园较济？我赞成啊。因为安尼家长的负担较轻啊。哦，
啊，会去抢到恁非盈利这个名额未？应该是讲，阮拢是踮咧政策来讲，拢是就是公共化一环，但拢是公共化的，所以阮较袂去用考验啦。即摆上考验应该是遐头家吧，就是迄个家己开业的迄款事业的，不管是第一代、第二代，还是讲后壁有迄个财团。财团你营业迄因较是较讨厌非盈利，其实阮甲公有拢是公共化的一部分，较袂去用考验啦。共款拢是你希望就是减轻家长的负担，啊，互老师较好的薪水，较袂互老师抱想讲大家拢要去考公立的，安尼部分。是。好，再来我要转来到这个药啊顶头，要请教素卿甲奥医师吼。咱有一种讲法，就是讲，咱对囡仔吼，咧讲话的时阵，唔通讲即个囡仔的即种语言啊。你甲囡仔讲来食彩虹药水，食药啊就是食药啊。你唔通甲讲啊，要食糖水，吼，还是讲要甲食即个鸡汁，吼啊，因为你食鸡汁啊，伊就啉，啊，你甲讲药水伊会惊。但是即摆有一种讲法，就是讲食药啊就是食药啊，唔通甲骗，唔通甲高价，你就甲讲这就是药啊，唔知素卿你安怎看？我感觉甲囡仔的沟通是需要时间啦，是安那爱用骗的，因为无时间嘛。所以其实问题也是转去拄啊即个问题咧，伊讲即摆你的老师甲学生的人数也是差伤多的时阵，伊爱用同紧的方法啦。所以我同紧的方法就是用骗的嘛，来，大家来啉糖水，是毋是爱同简单？你拄啊讲迄超收，我是讲一个代志，大家听。有当时你听起啊，足有名啊，真厉害，伊嘛无一定无问题呢。之前阮朋友就是安尼啊，伊才到尾才讲，啊，迄个幼稚园爱着超收啊，超收总啊人来稽查的时阵要安怎？伊讲这才藏起来啊，藏去隔壁，藏喺车顶啥，囡仔毋是乌咪的遐，惊到要死。啊，家长拢唔知啊！啊，你就是伊是足有名，真厉害啊！啊，你甲院长讲，不要紧咧，你无爱读嘛，你就莫读，我退钱互你啊。等排队要来的人偌济咧，就是讲有当时啊，这个问题就是讲，咱同重要就是讲，甲即个环境爱互伊正常，咱再来讨论，咱有办法用正常的方法来慢慢甲伊讲，啊，咱先啊，因为爱你破病咱爱食药啊，咱食药啊，医生有开，咱才会好。这就是一转搁一转。我第二件搁最重要的代志就是讲，囡仔就爱食囡仔的药啊，这是第二件最重要的代志。这对后医师就讲，咱有当时啊，你囡仔吼，你要互伊好饲药啊，除了拄啊，咱讲话爱好好讲，互伊了解了解，就是伊这个药啊适合伊食。这个适合伊食个药，这个较方便。可是咱即摆有当时因为健保的关系啊，是有一寡可能有一寡医生讲，我可能开另外一个药较方便啊，我习惯啦，是讲较好谈之类，拢有可能各种的因素。可是你开这药啊，就囡仔可能较思考性，反应较大就较困难。所以咱这样两个就是讲，后摆希望讲咱开药囡仔就是囡仔食的专门用的药啊，安尼才更较好较对啦。这老师可能还有这种观念呢，好意思。我想这是重要吼，像讲咱这药水，若讲一罐一罐配合好，诶浓度是足稳定的啦。啊，你即马若讲是讲磨粉安尼吼，啊，你药会沉淀嘛，啊，你啉落去到底浓度吼是讲做平均的有够无够嘛，唔知吼。啊，所以咱就讲这囡仔的剂型安尼是较安全，啊嘛袂讲倒伤济，还是倒伤少，因为伊是做平均的吼。我想讲，这囡仔药啊，咱就是爱来甲讲保护啦。啊，因为伊这可能成本较悬啦。毋过即马就是讲，准讲伊这成本较悬。毋过即马健保佫总额，敢会讲有一个院所，因为这拢差不多，咱就用这是有可能的啦。所以讲对这囡仔药的补助吼，我想讲，咱若讲政策是要对这囡仔保护，我想这块咱是爱注意。重新考虑。对。另外拄只主持人讲，咱若讲囡仔讲这是啥物药啊？我的想法是安尼，因为这5岁到3岁2岁无相像啦。我感觉上重要是讲，伊饲的这药啊，就是家长请伊去食的。老师吼用啥物方法好啉落去吼？
唔通伤计较啦，毋过就是讲一定爱对啦，就是讲咱就是讲莫甲讲骗啦，毋过就是讲老师用啥物方法，我想法是安尼，囡仔个性拢无相像啊。后医生，你若咧看囡仔，你小儿科的嘛，你看囡仔的时阵，敢有爱用下甲喊的，还是爱用甲吓的，还是讲慢慢甲顾正，恁拢安怎甲囡仔沟通呢？我老公拢会问讲有没有乖乖吃药？都有就多2张贴纸回去有没有？贴纸啦，都鼓励啦，就是讲你拢有有吸药像讲阮是气喘，但是真怪，看到恁穿白衫的就是惊，看到阮这种爸母伊就唔惊。我只可能遮较老啊，我有当时我嘛挑工伫厝内穿白衫，伊嘛无爱接我。安尼哦。以前面头前都足乖哦，伫爸母面头前足鲁的哦。足鲁的，足反必吧呢。对，就是讲拢是用鼓励的啦，莫用吓惊啦。有当时讲，你这皮肤你这若佫黑白了安尼你也好好，若无好。后盖咱手甲拔起来，这开玩笑较大的，人家讲甲你骗的啦，所以我想拢是拢鼓励啦，伊有进步，咱就甲鼓励。所以我感觉这前景真重要。伊去到病院，去到诊所，伊就知影讲，这医生要甲你注射，伊就小可量量。但是转来到厝诶，就算讲咱穿白衫，伊嘛知影讲你是爸爸，伊无爱插我。迄前景情境很重要，情境真重要。再来，上尾一个问题要来请教着园长园长，恁伫即个教学现场对着囡仔的健康甲安全，你会建议咱一般的即家长要选择即个幼儿园的时阵，有啥真简单的方式来看，还是讲也像桂理事所讲，迄种标明啦，那大家咧敢若好运的钓时钟歹运的钓零零安尼。原则上，我感觉家长咧选择学校的时阵，其实因大部分因为即马迄个网络甲电脑拢足方便的，因会使去查资料。咱教育部嘛出一个叫做全国教保资讯网，伊顶悬拢有帮助家长若要找学校的时阵，会使先考虑即个学校敢有立案，搁来伊是毋是环境顶悬的安全，搁来伊是用啥物方法？教学模式，你甲囡仔做学习的学习这个方向，伊踮要伫咱厝内要接送这个部分，因有小考虑无？因为有当时若互囡仔踮要车顶的时间伤长，也是介辛苦，所以我感觉因若有机会会当带囡仔到现场去看看现场的环境。嘛会使看网络顶悬一寡家长的建议啊，也是讲因的口碑做了安怎？这就是探听啦事前的这功课要做好安尼。对，原则上我感觉家长拢会先去小做探听这个功课啦，因拢会变做讲收会着囡仔的时阵，后壁足侪人去排队的啦。若有迄个。可能阁有迄个空间会使收囡仔的时阵，家长可能爱小想一下，讲，其实这个学校是对，我感觉家长家己嘛爱小讲爱做功课，毋是讲今日这个才有通好读，还是才会使试读免钱的，今年读这间，明年读迄间，这个月读这间，后个月阁读另外迄间，讲免钱。我曾经有听过有个家长是感觉讲，反正就是去试读啊，免钱啊，无紧啊。用试用的所以我感觉会试用看卖，毋过我感觉安尼较无理想，因为也会惊啦，因为好不容易适应啊，搁爱讲换学校，其实嘛真危险。真费气大部分咱即马现场的老师拢是相关科系的，不管是幼保科还是幼教系毕业的，伊的师资的部分，家长嘛拢爱探听会清楚，因为这。家长甲家长之间这个口碑真正最重要。你若拢学校做了后，其实学校免开伤侪时间，踮咧讲要去做招生啊，还是安怎？家长家己拢会来找你，爱来家己问，所以我感觉应该是安尼。好，感谢园长，感谢园长。上后尾1分钟桂理事来讲者，对着这个，你也是专业人员啦现业的发生这个代志，你会呼吁讲。
家长家己意识上爱安怎清楚，还是讲咱本身的从业的人员爱有啥物知觉的？我感觉其实这个代志的发生吼，其实伊到底背后真正的问题，到像是讲其实是无啥了解，啥无涨，所以你搁要安怎讲？毋过我感觉是新北市目前伊的方法，我感觉伊是造成全国的教保人员的迄个形象的受损啊。因为我感觉到这样是其实对规个整体的代志其实啥无嘛，那啥无，大家其实你也伫网络看，大家拢讲啊，你也无爱心就莫做老师啦，嘿，啊无你讲，就是爱伫咧幼稚园规个拢加监视器啦，安尼开始当防老师创啥？那像我规个拢是老师的问题哦，问题是真正的问题到底是啥？毋知影，是毋是因为老师伫咧学校的压迫之下，做了这个代志，嘛毋知影。赶紧甲事实爱个查清楚。是，所以我会感觉是讲，应该是新北市应该爱甲这个事实先讲。